謝霆鋒深夜開車衝淺水灣，將柏芝開門淚崩。老公，你終於回來了。近期網絡上又流傳出一則極具戲劇性的消息：謝霆鋒深夜開車衝淺水灣，將柏芝開門淚崩。老公，你終於回來了。此消息如一顆投入輿論湖面的巨石，瞬間激起千層浪，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注與熱議。然而，深入探究便會發現，這不過是一則毫無事實依據的虛構劇情，是狗血爽文式的編造。下面，我們將結合真實事件，深入剖析這背後的真相，還原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複雜而又真實的情感歷程。一、虛構劇情的荒誕剖析。一、違背常理的情節設定。從情節設定來看，謝霆鋒深夜開車衝淺水灣這一行為就充滿了荒誕感。淺水灣是香港著名的旅遊勝地和豪宅區，有着嚴格的管理和交通規則。在深夜時分，開車衝向淺水灣這樣的行為不僅極其危險，容易引發交通事故，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，而且也嚴重違反了交通法規和社會秩序。在現實生活中，謝霆鋒作為一名公眾人物，有着較高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，他必然會更加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，遵守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，不太可能做出如此衝動和危險的行為。張柏芝開門淚崩，老公，你終於回來了。這一情節同樣不符合常理。謝霆鋒與張柏芝已經離婚多年，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在離婚後，張柏芝獨自承擔起撫養孩子的重任。雖然他可能對過去與謝霆鋒的感情仍有回憶，但以他堅強獨立的性格，不太可能在謝霆鋒以這樣戲劇性的方式出現時，表現出如此激動和淚崩的情緒，還稱呼他為老公。這種情節設定更像是為了營造狗血劇情而進行的刻意編排，缺乏真實性和合理性。二、缺乏事實依據支撐。整個虛構劇情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時間、地點、事件經過等詳細信息，沒有說明謝霆鋒為何要在深夜開車衝向淺水灣，是因為突發情況、情緒失控，還是其他原因，也沒有描述張柏芝是如何得知謝霆鋒的到來，以及他開門時的具體場景和周圍環境等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任何真實發生的事件都會有具體的細節和證據支持，而這則虛構消息只是憑空捏造出一個情節，沒有任何事實基礎，完全是為了吸引眼球而編造的虛假內容。三、與明星一貫形象不符。謝霆鋒一直以來給人的印象是成熟、穩重有擔當的。他在演藝事業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，不僅在影視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現，還涉足音樂、商業等多個領域。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和困難時，他通常能夠保持冷靜和理智，積極應對。例如，在經歷婚姻變故和事業起伏時，他都能夠堅強地走過來，繼續追求自己的夢想。這樣的形象與虛構劇情中衝動、危險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張柏芝則以堅強獨立的單親媽媽形象示人。離婚後，她獨自撫養兩個兒子，一邊努力工作賺錢養家，一邊精心照顧孩子的生活和教育。她注重與孩子的溝通和互動，給予他們充分的關愛和陪伴，努力為孩子創造一個溫暖、和諧的家庭環境。在面對生活的壓力和困難時，他始終保持着樂觀積極的態度，沒有被挫折打倒。這種堅強獨立的形象與虛構劇情中淚崩、柔弱的形象也大相徑庭。二、
謝霆鋒與張柏芝真實情感歷程回顧。一、相識相戀，金童玉女的誕生。謝霆鋒與張柏芝相識於微時。1999年底，兩人因共同拍攝動畫電影《老夫子》而結緣。彼時，謝霆鋒憑借帥氣的外表和獨特的音樂才華，在娛樂圈嶄露頭角，成為備受矚目的新星。張柏芝則以其清純甜美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，迅速在演藝圈站穩腳跟。媒體將他們捧為娛樂圈的金童玉女，他們的戀情也備受關注。在相識後，兩人逐漸產生了感情，開始頻繁地一起出席活動、約會。他們的戀情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浪漫的氣息，成為了娛樂圈的一段佳話。然而，這段感情並非一帆風順。由於謝霆鋒與王菲的戀情以及外界的各種壓力，他們的感情經歷了多次波折。二、結婚生子，幸福家庭的組建。2005年，謝霆鋒與張柏芝因合作電影《無極》再度重逢，舊情復燃，感情迅速升溫。2006年，他們在菲律賓秘密註冊結婚，高調宣布結婚喜訊。婚後，張柏芝逐漸淡出娛樂圈，回歸家庭，為謝霆鋒生下兩個可愛的兒子，一家四口的生活看似幸福美滿。在這個階段，謝霆鋒與張柏芝經常一起出席各種活動，展現出恩愛甜蜜的一面。他們會在公開場合互相表達愛意，一起陪伴孩子成長，享受着家庭的溫暖和幸福。他們的婚姻也成為了許多人眼中的榜樣，讓人們相信愛情和家庭的美好。三、婚姻危機，艷照門事件的衝擊。2008年，艷照門事件的爆發，給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。這一事件涉及多位明星，張柏芝也在其中，她的形象受到了極大的損害。儘管謝霆鋒起初公開表示與張柏芝的感情未受此事影響，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她，但這件事還是在他們之間留下了陰影。此後，兩人之間的關係逐漸出現了裂痕，媒體也開始頻繁報道他們婚姻出現問題的消息，各種猜測和傳聞不斷。儘管他們試圖通過一些方式來修復婚姻，但最終還是未能挽回這段感情。2011年，謝霆鋒與張柏芝正式宣布離婚，結束了這段長達5年的婚姻。四、離婚後，各自的生活軌跡。離婚後，謝霆鋒與張柏芝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軌跡。謝霆鋒在與張柏芝分開後，和王菲舊情復燃，兩人低調復合，享受着這份跨越多年的愛情。他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事業上，繼續在影視、音樂等領域發光發熱，同時還涉足商業領域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。張柏芝則獨自承擔起撫養兩個兒子的重任。他重新回歸娛樂圈，努力工作賺錢養家。雖然演藝事業的發展不如從前順利，但他依然堅持不懈，通過參加各種綜藝節目、拍攝電影等方式，維持着自己的生活和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。他還經常帶着孩子參加各種活動，讓他們感受到母愛的溫暖和家庭的幸福。三、離婚後雙方的真實態度與表現。一、謝霆鋒，尊重與責任並存。謝霆鋒在離婚後，對張柏芝和孩子表現出了尊重和責任。他明白，雖然與張柏芝的婚姻已經結束，但孩子是他們共同的紐帶，他們需要共同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。他多次公開表示柏芝是家人，強調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因為離婚而改變，依然會關心和照顧張柏芝和孩子。在孩子的重要節日或活動時，
謝霆鋒會盡量抽出時間陪伴孩子，給予他們父愛。例如，他會參加孩子的生日派對、學校活動等，與孩子一起度過快樂的時光。他也尊重張柏芝對孩子的撫養方式和教育理念，與張柏芝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，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創造良好的條件。二、張柏芝堅強獨立與寬容大度。張柏芝在離婚後展現出了堅強獨立的一面，她沒有被婚姻的失敗打倒，而是勇敢地面對生活的挑戰，獨自撫養兩個兒子長大。她努力工作，積極尋找各種機會賺錢養家，為孩子提供物質上的保障。同時，她也注重孩子的精神培養，給予他們充分的關愛和陪伴，讓他們在健康、快樂的環境中成長。張柏芝還表現出了寬容大度的一面，儘管艷照門事件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，但她並沒有對此耿耿於懷，而是選擇了原諒和放下。她與謝霆鋒保持着良好的關係，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努力。她還經常帶着孩子看望前公公謝賢，展現出她的孝順和善良。四、公眾應如何理性看待此類傳聞？一、提高辨別能力，不盲目相信。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網絡上充斥着各種關於明星的傳聞和消息，其中不乏虛構的狗血劇情。公眾應該提高自己的辨別能力，不盲目相信這些沒有事實依據的消息。在看到類似的傳聞時，要多思考、多求證，通過可靠的媒體渠道獲取真實的信息。例如，對於謝霆鋒深夜開車衝淺水灣，張柏芝開門淚崩這樣的消息，公眾可以思考其情節是否合理，是否有相關的報導或證據支持。如果沒有，就應該認識到這可能是虛構的劇情，不要輕易相信和傳播。二、尊重明星隱私，不過度關注。明星雖然是公眾人物，但他們也有自己的隱私和個人生活，公眾應該尊重他們的隱私權，不要過度關注和干涉他們的私人事務。明星的感情生活是他們個人的事情，我們應該以客觀、理性的態度看待，不要對其進行無端的猜測和評價。例如，謝霆鋒與張柏芝離婚後，他們的感情狀態和生活情況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和經歷，公眾不應該對其進行過度解讀和炒作。我們應該關注他們的作品和貢獻，而不是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上。三、從明星經歷中吸取正能量。謝霆鋒與張柏芝的情感經歷雖然充滿了波折和坎坷，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。公眾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正能量，如謝霆鋒的尊重與責任，張柏芝的堅強獨立與寬容大度等。這些品質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時，保持積極向上的態度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例如，張柏芝在離婚後獨自撫養孩子，面對生活的壓力依然堅強樂觀，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。我們可以從她的故事中明白，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，只要我們保持積極的心態，努力奮鬥，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。網絡上流傳的謝霆鋒深夜開車衝淺水灣，張柏芝開門淚崩的消息純屬虛構，是毫無事實依據的狗血劇情。我們應該以理性和客觀的態度看待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的情感糾葛，尊重他們的隱私和個人生活，從他們的真實經歷中吸取正能量。同時，公眾也應該提高辨別能力，避免盲目相信和傳播虛構消息，共同營造一個健康、
和諧的網絡環境的網絡環境的網絡